起飛可靠指數簡稱 DTORI 正式啟動。今日咧起飛安全指數嘅誕生咧，目的咧就係徹底擺脫起飛環境資訊不足傳統嘅困境。今年9月，本港低空經濟業界發布全球首個無人機起飛可靠指數，呢一個亦係監管沙盒試點項目之一，希望為香港無人機飛行提供高精度嘅風險評估，並為行業制定安全規範。佢就好似一個我哋平時睇嘅實時天氣報告，咁又或者係加埋一個人嘅身體嘅體檢報告咁樣樣啦。咁透過一啲嘅數據收集啦，咁我哋主要係會分大類型嘅數據嘅。咁我哋收集咗啲數據之後咧，就用 AI 嚟到分析，咁就得出一個咧由0至到100分嘅一個起飛嘅可靠指數啦。咁最後咧就會用紅色啦、綠色啦同埋黃色3隻顏色咧嚟到表現出嚟嘅。無人機起飛可靠指數分為5個範疇：升、空、地、機、規。飛行員會喺無人機起飛之前實時監測指數，綠色代表無人機可以喺安全嘅天氣狀況下飛行。委員會秘書長何佩玲期望指數將來被納入國際標準，增強香港喺國際低空經濟領域嘅影響力同競爭力。香港最大嘅特色咧就係第一，我哋嘅樓宇真係好密集嘅，比世界任何一個地方都要密集。咁第二咧就係，如果樓宇密集嘅時候咧，我哋嘅干擾 interference 會特別多。咁所以咧喺香港呢個地方飛咧，本身嗰個規範咧係會比較嚴謹一啲。咁而我亦都當然我哋會受好多個唔同嘅政府嘅機構嘅監管啦。咁每一次我哋都要攞到佢哋各個嘅認證 approval， 我哋先至可以去飛嘅。咁所以如果我哋喺香港嗰度咧成立呢一個咁樣嘅指數嘅話咧，我哋嗰個指數咧一定會係喺一個最嚴謹嘅情況之下而攞到出嚟嘅。咁我哋都相信一個咁嚴謹嘅情況得出嚟嘅指數咧，其實係完全可以應用喺世界各地，得到一個國際嘅認證。